教会，该是顶礼拜一的款，伊的囝40通岁左右，了，迄一天才是落雨嘛，落交流道的时阵，头前一台连接车，后壁有一台连接车，伊拄伫中，连接车怎安尼愈落，毋知是挡啊失无动还是啥物，反正就是愈落，了2台车怎甲伊夹伫内底，迄一日救出来的时阵，都已经无去啊吼，才40通岁左右安尼。了，我阁听到吼，一个不止真有气力风评真好的一个医师啦吼，我无记啥物岁，伊63岁，可能新闻台的人可能有看到。了吼，屏东吼，是最近有人就63岁，就有人过身去。了吼，伊甲人讲一个代志啦吼，讲吼，伊要进前的时候，伊就讲吼，你毋好定定冬眠啦吼，熬夜，毋好定定冬眠熬夜，因为伊就是拢当代志拢要家己做甲迄落，所以伊的困眠的时间足无足少啦，所以到尾笑的时阵就血癌，所以我看这2个消息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吼，咱的年日，咱会当活到今仔日吼，实在拢是足大的福气啦吼。来，甲咱身边的讲，感谢上帝看顾咱到如今来，甲伊讲来。所以咱的年日吼，活着，咱着定想，敢若为家己拍拼吼，实在讲拢足有限啦。但是咱若真做别人的祝福，真做别人的欢喜吼，安尼迄个日子就会伫上帝面前蒙恩典得福气。所以吼，咱着我活着为你，你活着嘛为我吼。来，咱家讲一来，我活着为你，你活着嘛为我。对。好，当这祈祷来感谢上帝听人甲照顾，也求上帝来安慰这个忽然遭遇艰难的代志的这个家属，愿上帝亲自保守看顾伫其中。感谢上帝，因为伊存留咱的活命，要显明伊的荣光，要互咱真侪伊的荣光，也有咱真侪正人的祝福。咱同齐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要感谢你的疼痛伫阮的心上，伫阮的活命内底，你保守看顾。主，你伫这当中，搁再一届显明你家己的权能，显明伫阮的心上。主啊，阮恳求你，家己极大的能力甲祝福充满伫阮内面。主啊，阮感谢你，我要感谢你，你存留我的活命，你赐阮伫我的心上。你所行一切拢是美好，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伫你面前仰望你的疼痛，愿你施恩，愿你赐福，愿你成就一切你家己美妙的救赎伫阮的内面。只有你是阮的上帝，是我的倚靠。主啊，我伫你面前恳求你亲自赐恩，引带，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对你来行。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赐福甲照顾。主啊，阮也伫这个时阵特别为着郭文信牧师祈祷，也为着病机这个医生伫主的面前祈祷。愿上帝你亲自看顾保守。主啊，特别伫这个真正艰难的日子，你亲自赐恩伫其中，你也要伫阮内面亲自将同样的安慰、属天的安慰、能力、属天的看顾。主你亲自赏赐伫其中，被上帝人伫到伫年老的时阵送囝，这个心、这个代志伫当中是极其艰苦的。主啊，愿你亲自照顾郭牧师伊的心，也保守伊，互伊伫主你的内面因为有上帝你的同在。主啊，你看顾、你保守、你引带。主你也伫阮的心上成就你的救恩。保护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也伫阮的日子得上帝你的尊留甲看顾的时阵，主啊，阮更较会晓伫知影怎样对你的脚步来行，互阮的日子会当真侪人的祝福，更较是会当真侪上帝你的荣光。愿感谢主，愿恳求伫你的面前，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接下咱为着今仔日
礼拜来感谢，感谢主，互咱有稳定进入伊的殿中，伫伊的言语内底，甲伊三甲做伙来敬拜，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恳求圣灵来引带咱。咱也感谢主伫上帝祝福的日子，咱要成做传福音的大群，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城市，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上帝，你亲自成就一切稳定疼痛的其中，你是活命的主上帝，你伫阮的内面成就一切美好。但愿伫主你的面前来感谢，因为你的信息，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怜悯。主，阮所有当尊留你互阮的日子。主啊，阮伫这所在奉耶稣基督名来宣告，来祝福。主，你有甲阮讲。阮就去到万邦当中来报传福音，互上帝你家己的救恩临到伫阮的身上，就当你甲阮徛起，阮就要得到主，阮甲你甲阮，你有应允要甲阮徛起，主我也要会当亲自对你来行，照上帝你的应允所讲，因为你伫阮活命内面引带阮，阮就会当得到10分的平安。也要伫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官兵内底，照你的话语所讲阮就去，互万百姓做你的学生，奉爸囝圣灵的名，为因来行洗礼。主啊，细囝伫这所在来仰望你，是带着你的官兵，行国家，行遐福音需要去到的所在，行上帝你的国度，伫其中会当对主你的心意向前来迈进。你是主。因带阮，你是上帝扶持阮，继续看顾保守，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将时间交给江伟英。3月7日到3月7、9，每拜日到拜一，教会年度总会大会伫苗栗西湖度假村举行，敬请兄姐同心守望祈祷。第二，教会开设个人谈道的分享课程，自3月14起，每拜六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伫教会3楼上课。总共有8节课，敬请兄姐踊跃参加。第三，教会定伫3月日拜六上午9点半，整理储藏室的空间，邀请友谊来服侍兄姐来服侍。当日中午备午餐，请到招待的登记。若兄姐有个人的物品放伫迄个储藏室，请自行带走。第四，4月7、5年度五月节主日将举行洗礼式，若有意接受洗礼兄姐，请向牧职同工报名。第五，4月12礼拜日举行教会春季半日游，地点伫高雄的旗山，详细行程请参阅公布栏，费用每人400块，请到招待的报名缴费。第六，4月25拜六9点半到下晡4点，举办南部教区主日儿童老师家长成长的课程。课程的资讯，请详细参阅公布栏。敬邀主日学的家长以及关心儿童事工较无陪伴年轻父母兄姐来参加。第七，7月15到17，拜3到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招募同工，服侍内容甲招募的人数公布伫公布栏，敬请有意参与服侍事工的兄姐一同加入，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以上报告，甲有补充报告。咱下面的时间到敬拜团。
感谢主的恩典，咱三个做伙伫个殿中，同齐来敬拜，请咱三个做伙起立，同齐来吟诗，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主谢谢。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欢向你敬拜帕罗，故作现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欢向你敬拜帕罗，阿罗尊贵荣耀万世，拢归乎你的高永远。万能的王，万主的主，就你抗天敬拜甲尊重。万能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欢向你敬拜帕罗，故作现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尊敬羊羔，欢向你敬拜帕罗，上主尊贵荣耀万世，拢归乎你的高永远。万能的王，万主的主，就你抗天敬拜甲尊重。万能的王，万主的主，我追求你生命的高永远。万能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抗天敬拜甲尊重。万能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咱同齐开声来祈祷，将一切上赞而乐、荣耀、感谢、尊贵，拢归于咱的主上帝。独独献上感恩的祭，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在，圣在，你是至圣的主上帝，全能的主，你独独你堪得受一切恶乐甲敬拜。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将恶乐荣光归于你。我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听从，你的照顾。耶和华，我的上帝，你赐阮伫你的教会，主啊，你亲自甲你的百姓三甲车去。主，毋是阮，是你。阮伫这祈祷的时阵，你就要将着医治的恩膏，将着迄个医治人灵魂的恩膏，将着迄个活命的恩膏，赏赐伫你的百姓当中。主啊，来到伫你殿中的，享受彼此团结，互相相听这款的恩典。主啊，阮为了这来感谢，阮为了这来颂赞来学乐，阮将一切感谢荣光归于你，拢总是你，拢总是你。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我向你敬拜帕罗。
拢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万拢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扛得敬拜甲尊重。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我要高举，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请坐。咱会通伫上帝的殿中，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互相照顾，见证上帝的恩典。这是荣耀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伊的活命的血，亲自救赎，互咱对死过活所组成圣洁的教会。也无听见主的声音，精神都走到断去，心情被伊激起尊荣，靠主保护讲乐声，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也无听见美妙歌声，句句直透升天声。勇敢得胜的大军队，战胜迷人的魔鬼，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有时忧愁乌云满布，也是撒旦的拿走，是将靠据夺得胜利，靠据十架的恩典。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也替军旗欢呼而乐。胜利不久就来到，叫声阮主也接声道，一同做王者欢呼，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也去军旗欢呼而乐，胜利无久就来到。叫声阮主也接声道。一同做王者欢呼，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地救主的保护，是荣耀
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是荣耀教会，圣洁个无下数，是得救主的保护。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主，你稳定的引带，主，你伫教会内底显明你的权能。你的声音是阮活命的引带，是阮活命的保护，也是阮永远的靠岸。主，阮爱听你的声。当你叫阮的时阵，当你伫阮灵修的时阵，呼唤阮；当你呼唤阮来祈祷；当你讲我的囝倒转来，主啊，阮就要伫你的内面得到迄个真实的安息。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灵的会充满我思，我心用听在。灵的会手看我心的台。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予。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
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徛在，令温柔照看我心期待。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予。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徛在你的温柔。照看我心期待，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予。上帝要赐福，在你行天国的路程的时，伊的声音在每一个时阵。用温柔，用疼痛，伊呼唤你的名，伊引带，伊要将属天的能力、稳定甲权柄，加添予每一位超找伊的人。咱三个做伙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做工，认真着打拼。我爱听主的声，你轻轻地叫我，叫我每日对你的脚步行。我的主。我的君王，我要勇敢对你行。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徛在，你用温柔照看我心期待。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里面，你是福气的所在，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徛在，你用温柔照看我心期待。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予。你是福气的所在，我真意爱。你用智慧充满我思，我心用徛在，你用温柔照看我心期待。听着你叫我向前，天国的路你要赐天国的路，天国的路你要赐至诚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要引带阮，你用你的话
坚固阮的信仰。当阮照你的话语来行，阮就无惊身边的灾厄。当阮照你的话来行，阮就要伫逐样的困难当中，看见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引带，你为阮征战。阮遵行你的话，阮就得到活命的平安。你用你永远的疼痛坚固扶持阮的脚步，互阮伫主你的内面得到属天的稳当。感谢主，将一切颂赞、恶乐、荣光、尊贵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得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是三甲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10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若是有好，咱就三甲做声上读。你赦免伊的过犯，遮砍伊的罪恶。这人是有福的。既若心内无有诡诈，耶和华无算做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点点无认罪的时阵，因将你爱兄，你骨头高大。我向你证明我的罪，无隐瞒我的歹。我讲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你是我忠心之处，你要保庇我脱离苦难，用得救的乐歌四面宽恕我。歹人要济济受苦楚，为了我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欢喜伊。恁义人应该靠耶和华欢喜快乐。恁心内正直的人，拢着欢呼。阿门。愿上帝祝福伫伊的百姓，既然听伊话语的，拢对伊得到平安。咱即是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这段经文。三甲做伙来上读，请。亲像经上所记，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是目睭毋捌看见，耳孔毋捌听见，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咱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伫人内面的灵，啥人知影人的代志？像安尼，除了上帝的灵，也无人知影上帝的代志。咱所领受的，并毋世上的灵，乃是对上帝来的灵，互咱会当知影上帝开恩赐予咱的代志，并且咱讲这的代志，毋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说属灵的代志，总是属血气的人未领会上帝圣灵的代志，反倒当掠做愚拙，并且未当知影，因为这个代志若有属灵的人，才会当看透。属灵的人会当看透万事，却无一个人会当看透伊。谁捌知影主的心去教导伊呢？但咱受基督的心了，阿免。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稳定的同在。爸上帝，阮感谢你存留阮的活命到伫如今，并且你对阮的活命有美好的计划。做一寡代志，阮想袂晓，
有一寡代志阮想袂到，有一寡代志阮想袂通，但是主，阮要用信心对你来行，因为你对阮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互阮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主啊，阮所以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救赎阮，亲爱的圣灵，感谢你启示阮，互阮会当用着上帝你所教示的启示阮的时阵，互阮会当明白，互阮会当领受，互阮遵行，阮就因为安尼要来参透所有一切代志。求你引带，互阮成做一个有上帝你属灵智慧的百姓。愿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近有一个名词流行伫这少年人当中这句话无真好听，或者脑腐。脑腐若是用咱台湾话来讲，就是古早阮伫咧装脚的时阵吼，迄个。有一寡人较聪明吼，也是较时大吼，看囡仔吼，想袂晓，有时阵固执，也是安怎样想无，佫足爱和人争，就甲伊老大人就甲我骂，无你是头壳底屎是无？骂了足无好听啦，脑腐就是差不多迄个意思，就讲你头壳内底吼是，毋是规地好好诶，亲像迄豆腐吼去互弄破去安尼。无啥物组织，无路用。那么这个情形的原因是因为久长沉迷伫短影音，就是即马手机拢迄短短迄，无就1分钟、3分钟通常袂超过3分钟拢足短。你来看迄物件吼，拢足无连贯，但是就会笑亏，就会想要去甲看。所以所收集到的物件拢一块就破碎。毋是大地，毋是大量的。即款就是干那互你感觉笑亏尔。但是安怎是有但是即款带来心经认知的伤害，并且大个人会生出，因为你知我毋知，我就会想讲我来看卖你咧笑，我无笑，所以我就会感觉有一个压力。所以讲，你到底是咧讲啥？为着要会当浸做伙，所以呢，就伫当中会产生真侪集体的看心烦恼的着急。所以呢，就对头壳反倒当无法度收集大量有系统的物件伫伊的头壳内底。搁再来这威胁着青少年认知的发展，因为到伫落尾的时阵，伊无法度吸收迄个大量有系统的物件，伊敢若法度吸收短，即款的耐心无够，就是敢若望讲这足笑亏，搁看下一个。佮看的时阵发现讲，都无遐好笑，所以伊就佮录一个，佮录第三个，录第四个，并且你若听着一个笑亏，后壁迄个笑亏爱比头前这个笑亏佮较笑亏，安尼才会笑，见无的时阵就安就袂笑，所以愈看愈济，原本是看讲半点钟，结果到尾看3点钟，看4点钟，所以这就是头壳歹去啦，真正就是头壳歹去。并且呢，上班族因为像讲我转来下班了，自由，看这时间，录这3分钟、5分钟笑亏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录1点钟、2点钟，录到落尾手的时候该做的代志无做，该休困的无休困，头壳安怎别叫。你若是有用一个做啥 iPhone 的手机你若设定讲几点要困。伊会甲你讲你比如讲你设定讲10点要困，伊就会走一个信号出来，伊就讲你10点要困，即摆已经9点所以即摆爱互你安怎头壳开始进入安静的状态，这是手机会甲你提醒的物件。所以意思就是讲啥？因为人若要困进前头壳佮别叫佮足侪资讯的，了时阵你要困的时阵，困会落眠无？歹困。因为头壳爱去处理遐真侪遮物件，所以伊就会变做上班族。若是安尼，伊原来带来真侪遮伤害。无论咱是毋是知影，还是咱是毋是有承认，其实咱的活命拢伫即款数位时代的属灵战争内底。咱真有可能看真侪遮笑亏的底片，
但是咱可能着遐时间原本是摕来灵修祈祷默想的，但是到伫落尾，咱的时间或者是所谓的资讯，甲咱的活命时间抢去。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天然的人看毋捌属灵的代志。我毋是讲所谓无好，所谓会当帮咱人做真济代志。我迄阵啊咧画即张图的时阵，我着甲伊用入去，我着甲伊讲，你甲画一张图，或者天然人吼看袂捌属灵的代志。结果啊，伊着甲我画好，这你这看会出来无？这是啥？即张画是啥？即张画是主耶稣啦。但是哦，主耶稣吼了的时阵，伊哦这头生的时阵，伊一个面吼画甲比牧师佫较缘投过来陪你敢知？哦，但是总是你了解，耶稣基督敢有缘投？咱已经看迄个相哦，看久啊，咱拢会感觉耶稣缘投。但是若要照圣经所描写，其实耶稣无缘投。圣经内底吼，伫旧约的时阵啊，描写即位公义的救主来的时阵，伊讲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伊无家型无美容，伊就是无缘投啦。就是咱看到伊安怎，咱嘛袂感觉伊水，咱会甲羡慕啦。咱若看到吼，看到像中间遐安尼70岁也袂啊，你啊，70较低啊。我看到伊，我讲我若70岁像遮缘投哦，我算介欣赏，你敢知？我的意思就是讲，你会看到吼，伊有家型美容，你会看安怎？你会欣赏嘛？但是咱看到耶稣圣经讲啥？旧约的圣经讲，咱袂甲欣赏。佮有一摆吼，耶稣含遐法利赛人啊，做伙伫遐咧辩论一寡代志。哦，耶稣讲哦，还袂有恁的时阵吼，我就已经甲亚伯拉罕讲过话啊。还袂有亚伯拉罕吼，我就已经伫遐。了后遐人安怎甲伊讲？啊，你看起来无50岁，你讲即个话？我今仔日若含人做伙讲话的时阵吼，了后是吼，牧师。我看你都还无80岁，你讲即个话，你啥物人要相信？你讲我会足欢喜吗？无我是遐操劳是无啦？你听有无？所以买手，所以哦，我买手迄图头先的时候，甲画甲足水哦，甲耶稣的面甲画甲足水。尾啊，我就想想，迄阵啊要甲迄张图打出来，结果我甲伊用掉。但是你甲看我尾用啥呢？用光。耶稣的面其实是爱生出安尼，是安怎？你敢有读过？启示录敢毋是安尼讲？伊的面貌安怎？发光啊！哦，所以亲爱兄弟，当然我知影耶稣基督伫伊的灵性内底全然美丽。总是咱伫咧讲这的时阵，有的人伊就袂有明白这的代志啊。咱真容易甲信用当作是要互咱会当愈来愈好呀，要将信用当作是咱会当含人批评，咱会出头天。咱将信用当作是一个摇钱树，这其实是咱看无明白属灵的代志。圣经今日咱所读的这当中讲。亲像圣经内底所记，上帝为疼惜伊的人所备办的是目睭毋捌看见，耳孔毋捌听见，心内底嘛毋捌想到的。其实这段是咧讲救恩，讲我这个罪人，其实原本是应该灭无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痛，互原本应该放伫地狱火烧的柴，却是变做伫上帝国荣耀尊贵的王子甲公主。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并且上帝为咱所预备永远天堂的家庭，上帝国何等的阳光，满有关联，伫遐呢无有所有的败害，任何倒一项歹袂当就近遐。咱有法度想到迄个物件到底生做安怎无？圣经讲，你认真想，想甲咱头壳破去吼，安怎？你还阁想袂到，上帝国有何等的荣耀？属灵的代志，你人讲，我当时有可能，迄代志是啥？所以伊想无，伊想袂晓。属迄期的人，伊袂体会，
未体会上帝属灵的代志，反倒当掠做这代志咧讲动讲咧喊鼓咧凊彩讲的，敢若有遐好的所在，我早就去啊！真可惜，你早就去，但是你去袂了啊，你去袂到啊。你若知影，但是圣经讲啥？无法度体会。伊是安怎无法度体会几个原因？第一，伊无法度体会，因为伊生活中无通比拼的经验。有一个乞食去一个王府内底去讲敲门，查某囡仔出来开门了的时阵呢，这个乞食就甲伊讲：头家啊，头家娘啊，小姐啊，我都分一个馒头、啥物凊菜、凊饭摕来我食咧。结果迄小姐，查某囡仔就入去，紧诶，款一个馒头，款到两三粒。迄小姐千金小姐就甲伊问讲：你摕馒头要去互谁？就甲伊讲：迄外口一个乞食讲伊腰甲强要死，腹肚安尼腰甲足疼，所以我紧诶摕几粒馒头去互食。千金小姐甲阮枵过，毋捌啦。了后伊就甲伊讲讲，腹肚枵，啥有这腹肚枵？迄查某囡仔雄雄咧想讲。腹肚枵，伊就毋捌腹肚枵过，安尼要安怎甲伊讲呢？就怎甲伊讲像你前工的时阵喙齿咧疼，遐艰苦，你知无？我紧然摕去互伊，紧然摕去互伊。所以因为安怎生活当中无通比拼的经验，佮再来虽然你有甲伊讲明白，但是安怎伊无愿意付代价来改变。知影上帝好，知影灵修读圣经好，但是看短影音佮较紧啊。无能力更新，亲像有个人已经变做一款的瘾，也是细汉的时阵受创伤伤痕的记忆。比如讲我有一间去进入国小去教迄落，了后的时阵有一个囡仔真活骨。尾下下课的时阵我就要去甲伊蒙头，你知无？要去甲伊蒙头的时阵伊就怎？一般来讲，咱甲囡仔蒙头囡仔会种欢喜啊但是我要甲蒙头的时候，迄囡仔我还袂蒙落伊手就随甲解开呢，我怎踹一个啊？我是安怎是无？伊讲你莫甲蒙头，我讲是安怎？伊讲阮爸爸甲我讲的，人若要甲你蒙头，你手就爱甲解开。买手的时候，我讲恁爸爸咧创啥？伊拢无应。我讲爸爸是做啥物工课？伊阁无应，你知影？了，因边的同学讲，因爸爸黑社会老大。因边的同学安尼讲我讲你毋好安尼甲人讲，囡仔怎啊甲伊认一个呢？你敢知影？有无？你有看伊含因老爸有安怎足相像无？有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这就是啥？少年诶时阵，迄个已经有诶印象就伫当中，所以伊无法度去体会上帝讲诶代志。佮再来就是，咱是安怎无法度体会？因为甲咱诶期待无共款。人诶有诶去拜财神爷年初去拜财神爷3月4月诶时阵，就钓到啥？钓到迄彩票就乐透佫钓30万欢喜甲强要变过竟然佫烧金3月去买下狮子。但是咱甲上帝祈祷1档、2档、3档、4档，结果安怎？无啊！我佫买乐透买甲倾家动产，财产拢无去结果安怎？嘛是无钓半仙钱啊！哎呀，讲这上帝无照顾我这上帝无灵性，有无？所以，即款就是咱就无法度去体会到上帝伫咱身上所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伫咱的画面内底，迄期的人对这个代志会安怎？会甲伊愈看愈歹，愈看愈歹，认为上帝这个代志是假的伊就甲伊伫当中甲伊祈求，并且呢无法度享受属灵的欢喜，伊继续伫迄期当中超找肉体的快乐，并且伊会着迄个佫较歹、佫较阴沉的罪恶，愈恶愈深，愈做愈歹。所以伊毋是干那安尼家己做，伊佫叫别人安怎嘛爱安尼做。牧师想到一个代志伫遮甲各位提醒，咱做家长的真会意爱，意爱安怎样意爱伫咱的迄个社交平台这个脸书啦还是这个 Thread 啦是 IG 啦甲咱的囡仔水水的相片甲伊用起。牧师甲各位讲，你尽量莫安尼做。即马国际上有一款物件，就是专门咧找遮水水的查某囡仔。我讲的水水的查某囡仔，毋是17、18岁是囡仔12岁以下，即叫做恋童癖。
就是专门找囡仔。啊，所以你相片伫迄个所在打咧，有诶时阵就是生日还是啥货，特别你若搁伫脸书顶面打讲恁兜伫倒位啊，是安怎样啊？我讲真容易，因会伫即当中照着即个物件去找，也是甚至去好好找。咱求上帝保守台湾无地教安尼。伫欧美国家，伫中国大陆已经有出现即个网站，并且即个网站你伫平常时的网站你找袂到，伊叫做暗网。因伫迄个所在卖遮囡仔。进前的时阵，或者叫做啥物黄子佼是无？无多人有类似即款的案件。所以，当人无有上帝的时阵，伊的歹就会愈来愈歹。愈骨愈深，愈往罪恶的所在来行。圣经甲咱讲，这是一个征战的时代。总是咱征战，咱无法度靠着咱的意志力。一个上界重要的代志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咱征战的兵器是伫上帝面前有能力，爱将人的心意甲夺回倒转来。咱需要将咱的心意夺回倒转来，要安怎夺回倒转来？咱只有靠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我靠圣灵的能力，才有法度战赢咱家己。我讲毋是战赢别人哦，战赢啥？战赢咱家己。只有伫上帝面前支取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对死搁活的能力，咱才有法度将咱的心意对世界甲伊抢倒转来，归伫上帝面前。亲爱兄弟姊妹，只有这个步数，无别步，绝对无别步。遐要靠家己来赢过家己的人，将其落尾，互家己愈害愈惨。真有可能，咱伫这个时代内底，咱会晓世界真济技术能力，咱嘛真会晓用 AI， 互咱看起来改成足厉害的人。你摊拄仔看到迄张图，人迄牧师画呢？你讲牧师画，我甲你讲，嘛毋是牧师画，迄一张图我甲伊讲，我要画啥物图，啥物图，了后伊就甲伊用起来的时阵爱着讲，我就甲伊讲这个所在无爱，我要甲伊改做安怎？我甲伊讲要画一张图，1分钟就画好啊。摊拄迄张图，1分钟就画好啊。我甲伊讲，你搁甲改过，迄个面吼，无爱画甲遐缘投，你用一个光吼，甲伊代替迄个面，了偌久30秒，你搁甲伊用的时阵，一张图，你改甲你满意的时阵。差不多5分钟，迄若叫牧师画吼，我用一世人画袂出来。但是咱看起来足厉害无？但是安怎？虽然看起来介厉害的人，真有可能是啥？到伫落尾，咱互这个人工智能，甲咱洗脑，变做咱是一个袂晓思考的人。咱会变做当代志拢伫当中来敲锤，照伊讲的，咱就去行去做。即摆有的人吼。身躯艰苦病痛安怎？毋去找医生，毋祈祷上帝，大声来问 AI。好，我遮腰在痛，看卖啊！原来昨暝困无好尔。嘿，亲爱兄弟姊妹，你到伫落尾手的时阵，到底是咱咧用迄个工具，还是迄个工具咧控制咱？我有一摆和 AI 对话的时阵我甲伊讲我讲你当代志，我拢甲我建议，到落尾你敢会变做上帝？伊讲你若吼，伊讲我若互你有即个感觉，安尼我毋对，真歹势啊！所以我搁甲伊列一个问题出来的时阵，那每一个问题的时阵，伊拢会你甲伊看，你若用 ChatGPT 的时阵，你就会讲啥？伊拢会甲你讲我会当去甲你用这个物件，甲伊改做啥物版，改做啥物。所以你顶悬这3、4项的时候，你要选倒一个，你斟酌甲看，伊一定会出这个物件出来。我甲伊讲，你逐项代志甲我建议，无即嘛是你咧做，后咧做，你是上帝也毋是？我甲伊讲安尼的时候，伊怎下面安怎，拢总无出问题啊。所以你会发现讲，今仔日伊是会思考的人呢，毋是人啦。讲做人实在伤过喊过啊，但是伊就是会晓安尼甲你应对。这你等下你问吼，迄个啥，迄个瑞恩伊搁较清楚这个物件。所以你伫你活命内底会拄到真济这代志。这个世代会改变，变到一个步调，到落尾咱会认袂出来，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
所以圣经讲啥？咱征战的兵器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把咱的心意夺回倒转来归向上帝，毋是归向世界。所以亲爱兄弟，互咱会当伫这个事上三甲做伙。圣经讲，只有圣灵会当启示上帝的代志，毋是咱人。咱活伫这个世界，但是咱必须要对着这当中去明白 AI 的物件，伊是需要通过人家驾驶，但是上帝圣灵的启示，咱互当分辨是非，互咱知影会当知影什么是真正的水，什么是人工的水。咱所领受的，毋是世界的灵，是对上帝来的灵。互咱会当知影上帝开恩伫咱的心上的一切代志。咱讲这个代志，是上帝互咱会当知影。救赎毋是人的努力，毋是用功德所换来的。人虽然真熬做这个代志，甚至即马也有咧开发用到这个神经系统去拍电动的佚佗、线顶的佚佗，用动物的神经系统了后呢，伫遐连接这个电线，了互伊走入伫迄个所在拍电脑的这个佚佗物啊，线上游戏。因伫这当中并且伊啥，伊个会晓通过学习了，用动物的迄个神经系统是活活家饲的神经系统。到伫落尾，这个神经系统会变做线上游戏顶悬迄个物件，所以伊会反应。那么，请问，伊是这个神经系统是到底是干那一个神经系统？比如，伊若是算一个宇宙战士，但是伊神经系统对头到落尾，就是迄个宇宙战士的反应啊，宇宙的战士迄个反应。所以，伊是一个神经系统，还是伊就是宇宙战士迄个？佚佗的工具，迄个脑的思考。亲爱兄弟姊妹，人继续安尼发展落去的时阵，你有一天会发现，就亲像马斯克先生所讲的，2030年的时阵，你可能就无法度分别出来，你身边这个人到底是真人啊假人。所以咱活伫这个时代的时阵，咱爱知影上帝，互咱抑个会思考，互咱抑个有能力。咱爱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咱怎样透过灵修祈祷思考上帝，互上帝话语成做咱的活命美好迄上水的迄一部分，互咱含机器，互咱含人工智能完全无共款。所以灵修袂当干那看做是一款手段，也是宗教内底牧师对咱的劝勉戒规，毋是。咱若将伊家看做安尼，迄就是对灵修上介大的误会，甚至是一种的侮辱。真正的灵修是透过咱和上帝连接，领受灵魂的修复，把咱的灵魂歹去的灵魂安怎搁调倒转来校正。你开车开久的时阵，你hand道路有时会碰嘛，甚至迄链啊已经定咧啊，你搁碰hand道路。所以到落尾手的时阵，hand道路会有压缩味。你转的时阵，链无对你转，你先碰一个，结果链啊倒后才去碰，所以会真容易发生车祸。因为迄个时你碰过的时阵，hand道路是有过，但是安怎链啊无对过，安尼速度会慢半秒1秒，有的时阵就是差迄半秒1秒就发生代志。所以爱安怎前轮校正嘛，建议安尼对啦吼。前轮爱校正哦，对，嘿对。所以我讲哦，就伫咱的活命内底，咱就是爱斟酌注意。共款，咱每一天爱读圣经，甲上帝连接，领受灵魂的修复修正，互咱会当伫其中明白上帝对着咱的心意，对咱的引传，咱会当敏锐着上帝伫咱活命内底的水。并且，咱讲这代志，毋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因为用人的智慧教的时阵哦，到落尾就会冤家。用人智慧的教，因为无模范，伊所以带来对抗。哦，咱家己若讲你莫耍手机啊，结果咱家己耍手机啊嘛，耍甲介厉害。迄期当中，你哪个耍？等你就食吹啊！结果的时阵啊，伊敢恐吓，有啦，伊真正无耍啦。啊，但是安怎听啊你？走去灶骹添一个地，
紧愈愈，佮力紧个佮扛咧，安怎大来伤害，结果啊变做讲白贼。总是咱得斟酌这样代志。这世界俗世的价值安怎会对着时间移转，到伫落尾啊变做无路用。人生的快乐嘛是亲像安尼，肉体的快乐你到伫落尾，伊就是必须要搁较大的刺激。但是属灵的喜乐是会愈来愈济，愈来愈欢喜。所以用圣灵所指教咱的言语，解说属灵的代志，敲吹上帝的启示，了后咱说明上帝每一个诫命，拢是祝福的源头。上帝甲咱讲，毋通杀人，只要大家人拢遵守，无杀人、无谋杀人，即款的想法，每一个人的生命拢会得到好的照顾。上帝讲，毋通贪心，看起来是一款的戒规，但是每一个人若拢无贪心别人的物件，你就会发现，你车迄个安全帽啊，放伫车顶嘛袂碰见，你锁匙无背嘛袂碰见，你手机啊卡伫路林嘛袂无去，就是无人贪心嘛。只要大家人拢无贪心的时候，安怎？咱伫当中就会过得平安。上帝话语是要互咱知影安全的界线伫倒位。活命的模范，就会带出温柔的坚持，因为咱有安尼做。你讲话虽然唔免大声，细声讲就安怎，就真有力。细声讲就真有力。所以咱爱对着天然人，诚做属灵的人，诚做这个属灵的人。咱虽然活伫这个世界，但是安怎？有上帝耶稣基督的能力伫咱的身上，咱会当靠着主的能力。你有啊？这张就画甲足缘投啊，敢无？所以咱活靠上帝的能力，咱活伫这个世界活出上帝的美好。迄款心灵的水，会产生你活命的自信，会产生活命对人的吸引力甲影响力。讲世界的代志，人拢足敖讲。这世界要趁钱的方法嘛真济，甚至为着要趁钱，无照步来，用着逐款的歹步。但是上帝甲咱讲，咱爱诚做一个属灵的人。当咱诚做属灵的人，咱会当看透万项代志。属灵的人看透万项代志，但是无一个人会当看透伊。所以圣经伫遮甲咱提醒是，古早人讲啥？千算万算，毋达到天一话。那么华语这个古早的时阵清朝的时阵，一出这个小说，或者《红楼梦》，其中一个人讲一句话讲机关算尽反倒转误了你的性命。但是圣经是安怎讲？圣经讲，原来人嘛毋知影家己的定期，鱼仔去互恶网网掉咧，鸟仔去互网罗掠掉咧。何凡忽然临到的时阵，世间人陷伫其中也是安尼。这段是咧讲到，罪人伊敢随时敢在这个时阵也无受报应，但是忽然间来的时阵，伊无法度去救家己。所以毋好做歹，因为相互之间伤害别人的，到伫落尾伊嘛互伤害。属血气的人，伊可能有真济技术能力，但是到伫落尾伊会变做是无有家己想法、无有能力思考的人。但是属灵的人呢，有上帝荣耀，有伊的水，有伊的美好。我常常咧想讲是安怎属血气的，就话敢若像查甫；属灵的，就话敢若像查某囡仔。这实在有影。安尼，阮兄弟是算介熟悉是无啦？求主怜悯啊！无论安怎样，这是顶礼拜的时阵，扫的传道的讲道内底我有家听过，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咱是伫上帝听内底合一的，毋是个别比较的一个人。了，伫当中有即句话是非常重要。演算法就是电脑人工智能，伊会当了解你的欢喜，你爱啥物货，但是伊无法度了解你的痛苦，
伊会当算出你爱看啥物款的量，但是伊无法度伫你失落的时阵牵调你的手。但是咱的上帝会当。你家看吼，你若是吼，你看迄低影音的时阵啊，迄1分钟、3分钟迄哦，你只要哦，你若看一个啊，比如看讲哦，你咧看啥物货？我嘛无看啥，恁拢看啥货？我都无啥咧看。反正就是大概是安尼啦。你看一个电影嘛，比如讲哦，你看啥哦，要去倒位啊佚佗的，哦，啊你看一个两下，你等下甲看哦，等下下面哦，足侪拢咧甲你报要去佚佗的，是安怎？因为就是甲你算嘛，算你的手机啊。所以你感觉你用手机啊真安全嘛？我甲你讲，你无，你的手机啊全部拢互人控制掉咧。迄人工智能拢咧算你的手机啊！你甚至你去倒一个网站啦，吼，去倒一个啥物所在无应该去的所在，伫遐踅，伊拢甲你记你伫遐去几摆，啊了后伫遐甲你算。啊，所以你会通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活命内底，迄个就共款，亲像少伟传道甲咱分享的。AI 有法度算到你的喜爱 ，AI 嘛会当算出世界将来的情景，伊的趋势到底是啥物货？但是伊无法度算出你的未来呀。是安怎？因为你的未来是伫上帝稳定的手当中啊。所以咱弹拄则唱第3首诗歌，你还可以记得咱唱啥无？我爱听主的声，你的话语，互我信用徛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世界当提供互你有真济资讯，但是读上帝的圣经话语，会互咱愈来愈明白上帝听堂，并且迄个知识是非常有系统的，迄个知识是上帝国的，是永远袂改变的。咱的人生会有失落，上帝的手会牵咱；咱的人生会有惊吓，毋知影未来安怎。但是上帝讲，伊用伊的手牵咱，伊的话是咱大势的定牌。所以上帝要牵咱，用伊的手牵咱。上帝互咱的道面是水的，是完全的。咱的人生结局，终其落尾伫基督内底是美好的，并且你斟酌来看，这张图吼是还未改的时阵啊，吼是摊拄啊，这张图是已经改过改好啊。但是我头先甲伊讲的时阵啊，我甲伊讲，你画一张图，我甲伊讲你爱安怎画，你后先伊就甲我画安尼，迄看足毋情毋愿的有无？这字你敢看会出来？ AI 或者能算出世界未来的趋势，这也无几字哦，但安怎？无几啊吼，所以你看伊无法度真精准甲你算。但是上帝予咱的是啥？是一个完全的。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你的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过，但是你的心要想的时阵啊，也阁是无到遐尼所在，迄个水。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AI 甚至安怎完翘你原本的真实哦。你若斟酌看哦，遐 AI 无论是 Gmail 啦吼，还是你这个ChatGPT 伊下面吼，拢会甲你附注一句话，吼，这个资讯可能会有毋对，请你家己爱查证，佮查好清楚。啊，人拢甲你讲甲遮尔啊清楚啊，啊，你搁遐尔啊相信伊？ 安尼毋是动工吗？安尼到底是上动工？所以，亲爱兄弟，咱伫上帝面前爱真斟酌。气象局可能算气象，咱的27、28的时阵吼，2月27、28的时阵，执事小组长退休会啊，伫嘉义举行。啊，有同工就看心讲哦，气象局讲哦，这2天嘉义哦会落雨。 另外一位同工就甲伊讲，天气毋是气象局咧管的，是咱的上帝咧管理天气。所以一天去的时阵吼，第一天吼去一寡所在拜访，
了后呢，迄一天天气拢非常的好。了到伫第二天的时阵哦，感谢上帝，天气落雨，所以拢袂去倒位啊佚佗，上课拢足安静的啊，因为落雨拢无得去倒位，所以上帝对咱有上好的安排。咱着斟酌，咱一天用偌济时间祈祷上帝，连接伫主的内面。咱心中的决策系统，咱要安尼做，还是要安尼做？即款的想法是啥物系统咧支持咱的决定？我要做即项代志，我要安尼做，我要去遮，我要去遐，我要讲一句话，我是用上帝国的慈爱、公义、正直咧讲即句话，也是咧用血气含人争大势咧讲即句话，迄差别真济。对啊呢，上帝的话，敢是干那一款道德的劝说，也是伊其实就是圣旨。圣旨讲啥？皇天承儒啊，皇帝诏曰。人对皇帝的话语遐尼啊尊敬，皇帝会死呢。但是咱对上帝的话语，敢毋是更较比爱对皇帝的话语更较敬重？皇帝会死，上帝是。古早、现在，直到永远拢伫地。上帝明白咱所有的一切，伊疼惜，伊照顾，伊引带，伊扶持，伊甲咱对着苦难中救起来。咱敢毋是应该更较大大来尊敬、敬畏、疼惜这位疼咱的主上帝？俗人人的顺序。伊会当去参透所有代志，毋是伊熬，是因为伊大声祈祷，伊超做上帝引带，了伊领受启示，伊知影爱对倒位去，了伊才去行动。所以上帝会伫迄个时阵，通过伊的祈祷，伊领受启示，伊知影无赶紧去做代志，了上帝会将遐个人伫迄个时间点，伊就会甲伊带来。互迄个代志，互迄个人三甲做伙伫遐呢，同齐成就这个代志，咱真欢喜啊！咱非常的欢喜。安怎欢喜呢？咱是顺利啦吼，顺利吼，伊的结婚典礼、结婚礼拜，了我坐伫主道嘛吼，了迄个庆生牧师，就是咱顺利吼。过去迄间教会啦吼，了后是迄顺利牧，迄个庆生牧师吼，甲迄个啥，迄甲亲家吼，甲讲一个代志。伊讲牧师啊，伊就甲庆生牧师讲，牧师啊，你无甲廖牧师分享迄个代志。我就斟酌听讲啊，啥物代志啊？伊就讲啊，无啦，就吼，这个庆生牧师吼，伊真关心吼。即个教会兄弟姊妹哦，即个婚姻啦吼，所以伊定定着为人祈祷啦，定定为人祈祷。但是祈祷到尾手的时阵哦，伊拢讲猫咪这个人哦，含迄个人应该袂歹，速配甲伊斗做伙，即个甲迄个甲伊斗做伙。结果吼，弄到落尾哦，安尼乌烟瘴气啦吼。即个甲即个也无斗做伙，即个甲即个也无斗做伙，佮弄到种足硬拗安尼，所以有个人怎怎足歹势安尼啦吼，这是其中啊。所以买手的时阵迄个庆生牧师有一天的时阵迄个迄个因咱顺利因的迄个亲家就甲庆生牧师讲牧师啊，阮迄个民庭你无甲阮祈祷咧，甲阮介绍一下啦吼。伊就讲好啦就甲伊祈祷，要甲伊介绍。差不多进前一年的时阵甲这代志就听，因为伊过去讲乱点鸳鸯谱嘛，所以即摆煞毋敢甲介绍啦吼。所以啦有咧祈祷啦，但是无。到尾手的时阵佫听着，敢是会君嘛有甲迄个庆生牧师讲啦，讲牧师恁若是有迄个换简单注意一下，因为进前的时阵就是巡礼换来伫美美谷迄个民庭换来伫美美谷内底同齐做演习但是你了庆生牧师就为着巡礼咧祈祷啦嘛为着即个啥物人迄个民庭咧祈祷但是伊祈祷的时阵就敢若个别为因祈祷上帝求你为即个有庇，求你为即个有庇啦就伫遐，安尼祈祷祈祷尾手的时阵有一天上帝甲伊讲，
啊，你祈祷2项代志，啊，这2项代志其实是1项代志，你知无？啊怎啊？伊就讲安尼哦，啊怎啊啦？甲2个扣做伙啦啊，所以经过2年外的恋爱啊，感谢主昨就结婚啊啦啊，所以庆幸牧师咧分享这个代志啦。我就是要甲各位讲啥？大声祈祷，领受启示，才行动，所以咱就会看到啥？人生美好的结局，伫正确的时间，拄到对的人，成就代志的美善。咱将荣光归予上帝。亲爱兄弟姊妹，活命伫上帝的手中。我昨参加迄个婚礼时阵，真感动啦我主持遐济婚礼的时阵，参加遐济婚礼的时阵我毋捌看过新娘对头笑到落尾啦拄好干那看到阮新侣真正看到足欢喜的。了的时阵昨暝我毋着发一寡因为我坐伫台顶嘛我着对即个角度翕一寡相片就传互慧君姐慧君姐就感谢讲牧师谢谢啦真美好的即个记录照的相片啦。尾请伊就迄个慧君姐就甲我讲牧师你知影无阮新侣摊拄只敲电话转来流目屎讲妈我足想你的啦。阮三小姐介趣味我拢爱叫伊三小姐哩，伊真正足趣味伊迄个心啦迄个欢喜，会看得到讲伊伫上帝的祝福内底有真美好的未来啦。所以因为伊有一届甲我讲的时阵讲牧师你要为我祷告呢，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嫁出去呢。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哎呀，对啊，感谢主有祈祷所以伊结婚的时阵，我也真欢喜啦圣经一个真重要的属灵原则是啥？属神的人才是真做属灵的人。你爱先属上帝，你就变做有能力去看透世间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并且伊会伫上帝的能力当中来做代志。注意，毋是人的能力。耶稣基督讲：你离开我，恁啥物都拢做袂下。你讲我做遮济代志，你讲我做袂下，咱共款会当做真济代志，但是迄个代志安怎无受纪念的价值？随着时间过去遐个人袂记得你迄个代志嘛无价值古早的时阵，恁有一台脚踏车，恁兜也做好野人；到尾你有一台奥多拜恁兜算好野人。即马呢，你有一台车，恁兜无一定算好野人。有拖咧搭的，到尾也讲爱免路的，免路的到尾也讲毋是爱美英因老母，美英因老母无讲爱啥目屎哪滴，所以呢，愈来愈济，所以但是你敢算好野人？毋是，亲爱兄弟姊妹，世界价值是安怎？是会变化，是会无路用的，但是上帝的话是安怎？永远固定伫伊的稳定内底，所以咱哪有属灵的眼光？赢过人间的智能，但是咱的迄个能力，大省是咱属的上帝。法老对着神仆讲，像即款的人有上帝灵伫个内面，咱会当找到，要去倒找到，这是约瑟。但是约瑟伊的能力的来源是对倒位啊？没有电了吗？帮我看一下是有好，谢谢。所以，但是约瑟的能力是对倒来。伊是因为伊敬畏上帝。当个女主人引诱伊的时候，伊讲：我太会当做这个大歹来得罪我的上帝呢？了后，另外一个人或者大卫，大卫伊伫患难的时阵，当伊的人员、当伊的产业去互抢去的时阵，甚至周围的人拢要摕石头钉死伊、攻击伊。正因为因对大卫。结果大卫无法度甲因照顾，所以因的儿女因的某囝互抢去。大卫却倚靠上帝心来坚固。但是大卫伊的坚固，伊的能力是对的。30章讲到伊倚靠耶和华上帝，伊的心来坚固。但是29章讲出伊的原因是啥？伊是一个正直的人，伊伫军中出入，伊看连伊敌对的国家都拢看伊忠心。伊伫别个国家服侍，但是安怎看伊忠心？
了，甚至国王对伊做一个证明：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毋捌看过你有做过什么款的错事。所以，伊是一个正直的人。另外一个人，或者但以理，这个人内底有上帝灵，甚至这是太后所讲的话。当迄当中，上帝手出来，因为巴比伦人在外邦，因甲在圣殿内底摕来的这金器、银器，放伫因的食物的所在，伫遐来祈求以色列的上帝。遐物件原本是咧敬拜上帝的物，但是因伫迄个所在祈求上帝，地上有上帝的手伸出来，伫壁顶写字。了，迄个时阵，大人惊甲尿尿喘。总是太后来甲伊讲，你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伊内面心中光明、聪明、智慧，亲像上帝的智慧。这个人，伊的智慧能力像上帝的款式，是因为伊一日3摆，两个骹头俯跪落来伫上帝面前感谢祈祷。亲爱兄弟姊妹，这属灵的人，这内面有能力看透大大细细的代志的人，敢若有一个原因，就是因是甲上帝相连的，因甲上帝相连的。所以，和上帝相连的人，伊才有法度分辨出来，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怎样靠上帝来行前面的路站。最后，圣经伫这段当中讲呢，什么人知影主的心去教导伊呢？亲爱兄弟姊妹，咱斟酌注意这个代志。人工智能需要有学习的对象，需要有人去教导伊，伊才会学晓某一寡代志。这张图嘛是用人工智能画出来。我甲伊讲，你甲我画一张代志，了我改几改了后，伊了甲伊讲，伊做会出来。但是伊需要有人甲伊发命令。伊知影做啥物代，但是上帝耶稣基督毋是耶稣基督，咱的主，咱的上帝耶和华，因乃是一切所有美善智慧能力来源，伊无需要人甲伊教，伊是教人的，伊毋是互车教的。雅各对这样代志讲：我亲爱兄弟姊妹，你毋好想毋对伊，感觉讲咱会当去测验上帝，毋是。咱测验上帝是出自咱的私心，上帝来教示咱是出自伊对咱的疼。这是完全无同款的人生的画面，人生观完全无同款。咱家己拍算的，可能会拍算唔对，但是上帝对咱的拍算，耶和华对咱所怀的意念是啥物话？赐平安的意念，要互咱尾后有一个好的结局。亲爱兄弟。所以，上帝予咱有这款的能力，但是咱是有基督的心嘛？迄个心，另外一个翻译是灵，伊的灵带伫咱的内底。当咱伫这当中有上帝灵的时阵，咱就有法度会当亲像上帝角度去看代志。世间的代志，会人互人感觉讲哦，敢若改成真好、真牛，但是只有咱倒转来伫上帝面前，咱若愈靠上帝超做，甲上帝圣灵三角同行，咱就会当得到上帝所要赐予咱的真智慧甲能力。上帝要甲这款的应允赏赐予什么人？见那超做伊的人，咱是毋是超做主上帝的人？灵修伫这个世代受看做真大的困难。但是咱伫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人超出上帝得到智慧，人会发明 AI 教导 AI。但是咱今仔日若是超出 AI， 会听到知识的听探 AI， 但是到落尾咱称 AI 做神，其实咱就是自离弃，家己离弃上帝，将其落尾，咱会丧失生命，咱会互 AI 控制。所以咱今仔日爱倒转来。这是咱教会啊，这现主是咧推展的，就是伫这当中怎样伫遮年来做这个旋律帮我按下全心帮我下一张，谢谢。咱咧推展读圣经，
了一礼拜一天内底背3节圣经，亲爱兄弟，这是好的，因为咱要决定代志，咱有上帝话伫咱的心中，咱才有法度照上帝话去做决定啊。咱若无上帝话伫咱的内底，咱哪有可能有法度做出咱家己毋知的代志？所以的确爱有上帝的灵来带伫咱当中，来进入伫咱的活命内底。AI 真厉害，但是 AI 毋是神，伊无灵性的，伊是无灵性的知识的累积甲演算法。但是超出上帝，你的经历真侪已经毋捌经过，并且互你的境界会愈大的扩张。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祈祷读圣经，默想上帝话，才着灵修亲近上帝。你未变做神。但是你会愈来愈亲像做你的主上帝同款，讲话做代志大有权能，满有灵敏，满有智慧来参透所有一切代志。来，请咱掀开周报，咱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用阮牧师做2个非广告哈。第二点，后礼拜六开始。9点半到10点，咱要伫教会开设个人谈道的分享。伊毋是干那个人谈道的分享，这是目的，但是伊有过程。搁再一届检视咱家己的信仰，还是检视咱要怎样甲人三甲做伙分享上帝伫咱身上的作为。所以伊较成一个团契，伊较毋是上课的方式。所以呢，请各位亲爱兄弟。时间上，你若是会当，请你会当报名。甲牧师报名，用赖报名，还是甲咱牧职同工报名？甲少的传道，还是梦存传道、文娟姐、文娟传道，拢会当。甲因报名。我希望咱会当三甲做伙，同齐来分享咱活命的更新甲改变祝福。了后，有另外一个就是第6点。南部教区儿童主日学这个家长成长的课程，咱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无定着你已经做阿公阿嬷，但是我嘛是希望咱会当三甲做伙来参加。今仔日的时代，咱的囡仔因真需要啥物货？需要有一个好的教导，上帝真理伫因的生活当中，成做因的模范。咱会当成做迄个人。圣经讲，上帝啊，求你互我伫年老的时阵，将着你的能力教导下一代，将着你的权能，甲我的下一代，甲因讲，互因知。所以，咱请大家当三甲做伙，同齐搁较济来认捌上帝的话，同心来将上帝的话分享见证伫这个世代，伫咱的后一代，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听筒，将你活命的话语赏赐互阮，互阮因为靠近上帝，阮的活命会当甲主你相连。主，阮毋是要成做神，阮乃是要亲像你的囝儿，听你的话，照你的话来行，互你伫阮身上成就一切的美好。会到主，阮见你的日子，阮会当伫迄个所在讲。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互阮的智慧，互阮会通跟对你来行，互阮的活命显出你阳光的同在。愿如今将一切上赞、恶乐、阳光、尊贵、感谢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咱当中有新来兄弟无？是无？咱只是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搁再一届吟唱这首诗歌，同齐伫做面前来甲上帝讲：是主，我较无迄个美好的故乡，将来我要进入迄个荣耀的国。感谢主，三甲起立，同齐来奉献。兼无听见就的声音。
情生都走到弹琴，深情被极其尊荣，靠主保卫公乐声，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也无听见美妙歌声，句句直透升天声。勇敢得胜的大军队，战胜迷人的魔鬼。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有时要做阮满步，也是撒旦的拿走。是将靠主夺得胜利，高举十架的军旗。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也起军旗欢呼而乐，胜利无久就来到。得胜稳住也接胜道，一同作王者欢呼。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是拥有教会圣洁个无下事，世地救主的保护。阿们，哈利路亚。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全能的上帝将着聪明甲智慧的灵加添予你，将着能力甲无力的灵加添予你，将着知识甲顺服的灵加添予你，予你伫一切事上顺探明白上帝的旨意，透过灵修、读圣经、祈祷，甲上帝三角连结。互你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得到圣灵的引带，互你会通分辨上帝良善甲美好，遵照伊的话行伫你人生的道路，互你会通离开迄个歹，活伫上帝的引带，进入伫美好良善祝福甲阳光的内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